割草机夜间清水公园，永城戏院了哈。看那个，他们这个画面正中间对过去树的后面，慈德禅寺呢，慈德禅寺那拱形桥就可以开船了。那整治夜金港有以前的台南县长苏焕智先生有那个构想，那桥变成拱形桥，然后可以开船了。夜金港变成可以开船，有那个构想，可能有一天就会实现。那个寺庙叫慈德禅寺，慈德禅寺这边元宵节前后都会有灯节，有花灯展览。